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一个市民政府理当拢会想要同化伊的市民第一人，互市民第一人嘛讲因的语言，就算安尼无法度改变因的文化，至少管理起来会较方便。那安尼荷兰人敢捌想过要教台湾人讲荷兰话？也若有因过去是安怎教的？今日要讲的主题是荷兰人伫台湾的语言教育甲政策。进前伫232集讲到过去满洲的历史，有讲过去荷兰人的白写制度，就有朋友问讲，咱到呾拢也是会讲白约，这个白敢是为荷兰语来的？我嘛毋知，所以我去看别人敢知影，才发觉讲真正白这个字是荷兰人的时代留落来，而且毋拿台语讲白约。也有别个原住民族的语言，因嘛是用白这字。毋过荷兰人敢捌教过台湾人讲荷兰话？这是我想到的问题。到底是教成也是无？也是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因想要管理台湾，却无想要教台湾人学荷兰语？敢会是安尼？咱先来讲17世纪荷兰人伫东亚的殖民方式。伫17世纪迄时，欧洲因为宗教原因发生战争，信新教就是信新的这个基督教的荷兰人，因嘛发动因家己的独立战争。伫西班牙北边的几个省，因家己1581年就宣布独立。毋过这个战争足久的，一直到西班牙真正签约谈和，佮承认因是独立的国家，已经是1648年啊。伫这段时间，荷兰人因家己成立的贸易公司伫世界各地，伫东南亚，嘛是拢甲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咧相争殖民地。来到台湾的，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，因主要的目的是经济利益。是要来做生意。另外一个纯粹的目的是传教，传新的基督教。对东印度公司来讲，宗教嘛会当互因做生意，甲控制资源变较方便。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先伫即卖的印尼建立因的总部，1624年才来占领台湾，主要是想要互台湾变做集散地。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台湾是以经济贸易为主，毋过也是有设一个热兰热城来保护家己，才袂去受到别人的攻击。因基本上的做法就是扣税做生意，所以语言会通就会使啊。荷兰人伫因占领的所在，并无足积极要教荷兰语，亲像因伫南洋的时。伫遐的岛屿，马来语已经袂少人会晓讲。为荷兰来的这生意人，因学马来语，就会当甲当地人做生意，无需要就爱阁了时间甲精神去教当地人荷兰话。因来到台南附近的时阵，嘛是这款态度，真正想要阁较熟悉平埔族，想要甲因会当讲话，其实是为着要传教。头起先，这个传教士嘛是先学新港语，佮甲这个语言变做文字。新港语是新港社人的语言。迄当阵台湾有足侪部落，新港社是内底一个。因为传教士先学会晓这个语言，所以后来荷兰人伫台湾设行政会议以后，通常开会时是用荷兰话讲。佮经过会晓讲新港语的牧师也是老师翻译做新港语，毋过在场也是有别个族落白社的人，所以因会甲新港语佮翻做白族的语言。
先来到台湾的第一个传教士 Candidus， 伊就是先学新港语。佮再来 Robertus Junius， 伊是伫1636年就开办第一间学校，教逐个人读甲写新港文。因的目的是互遮个人有法度读基督教义。迄时上课是分批上，分囡仔、大人、老人，嘛分查甫查某。细汉囡仔是固定逐工上课的时间较长，过来是查某人一个时间上课，查某人另外一个时间上课。老人是休3礼拜才上1礼拜。毋过学校除了教读册写字以外，主要咧教的是念基督文、读教义问答。后来学者发现讲，迄时查甫查某分开上课，而且教查甫的内容较济，教查某较少。西拉雅族、北部族原本是母系社会，毋过迄时荷兰人已经甲欧洲白系的传统观念，查某人毋免读伤济册的想法带来到台湾。拄开始为着要鼓励囡仔上课，传教士也会送粮食，也无遮个囡仔爸母会感觉互囡仔去做事佫较好。若是长期固定去上课的人，传教士佫会送布互因。后来是学生啊变济了，学校就开始用处罚的方式强迫学生啊一定爱去上课。敢是要处罚遮个囡仔拍学生啊？传教士的看法嘛拢无相共。嘛有人认为讲，若用即款方式，到尾啊就拢无学生会来读册啊。因教新港文了，遮个宣教师嘛开始培养本地的教师。一直到1632年，因伫6间学校内底已经有50个本地原住民教师，内底有袂少拢会晓写字啊。迄时因嘛有想到，敢要送遮个人去荷兰留学读册。毋过因为进前伫南洋的时阵已经有送学生啊去，成果无偌好。当印度公司算诶，感觉若个试一摆无成，即个成本袂少，所以就拒绝。我讲到遮，荷兰人因是学新港语，甲平埔族写字读册拢是新港语文。什么时阵才开始教荷兰语？1648年，就是因来到台湾的24冬以后。这背后嘛有一个较现实的原因，就是迄当阵已经有超过5000个人因受过洗礼，所以信徒变济，学校的学生嘛变济，荷兰人因管理的地区嘛变大。为着要传教教册，因就爱去找着会晓新港语言，也是愿意学新港语的传教士来台湾教遮个当地人。这件代志是足麻烦的。若是学校开始教荷兰话，凊彩一个荷兰人，甚至荷兰兵啊，拢会使来教。也阁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是后来传教士因传教的方式甲理念，甲过去已经无共款。早期传教士因是用当地语言咧传教，互基督教的册甲教义拢会当适应在地文化。这款做法伫后期来的传教士身上都无看呀，因为后来遮个传教士认为这款翻译佫得配合当地文化，规个教义会走正去，所以教荷兰语是较好的选择。因主要是去经一寡较少年的囡仔来学荷兰话，毋过教法就是叫因用背用念的，所以因教8-9冬了，就发现讲效果足歹的，会晓荷兰语的人也是真少，所以到尾啊，东印度公司嘛决定毋免阁继续伫遐济间学校教荷兰话。因干那保留一间新学院，是用2种语言咧上课。伫小人这间新学院，因去经10岁到14岁的囡仔去上课。早时是用西拉雅语、新港文咧读册。迄当阵荷兰人甲这个语言号做 Formosa 语。到下晡的时阵，因才学荷兰话，用荷兰语读册。
这应该算是台湾上早的双语的学校。后来的人分析，迄当阵教荷兰语是安那无成功，一个当然是因的教法做歹的，老师嘛换来换去。另外一个原因是迄时若毋是信徒，愿意要去学校去教会的人无济，因为有的学校会强迫这个囡仔一定爱去上课，若无去，佫会发因一块落甲皮。伫学校内底，囡仔若袂晓念，也佫会互拍。而且教的是新港语甲荷兰语，所以新港社以外的人对荷兰人其实拢真反感。迄当阵台湾无像南洋有一个较通用的语言，是逐族拢有家己的语言，所以荷兰人来的时阵，因拄着的语言政策，就是爱经一种，互变做大家拢来学共款即个语言，也无就是直接教荷兰语。即两种方法其实荷兰人拢有试过，因先教大家新港语文，后来才教荷兰语。荷兰来的牧师为着要传教，因嘛毋是干那学新港语写新港文，因至少有甲5种以上的原住民族语文字化，就是用罗马字拼音的方式，甲一寡基督教的册翻做无共的族语，变做学校内底用的教材。荷兰人留落来的语词有啥物？我知影无济，所以我伫遮讲几个啊，我有找到的。像白社的白，原本荷兰语的意思就是客约拍，也佫有大家拢知影的，伫台南的热兰遮城热兰遮，伫北部的富贵角 Hoek， 荷兰语原本的意思就是角，也佫有荷兰人因引进的高丽菜这个名，原来荷兰语叫做 kool。毋但安尼，对荷兰人来的也佫有一寡是因为南洋带来的人，这个人讲的语言嘛对因来到台湾，像咱讲的脸舞、印尼的占舞，嘛是迄时阵传入来的。也佫有一项，就是荷兰人来到台湾，因就开始鼓励汉移民来台湾斗开垦，所以为迄时阵开始，汉人才开始变较济。这个时代，荷兰人的语言政策至少互我知影讲，17世纪因伫东南亚主要是为着要做贸易，所以因会找较有效率的方式来赚钱。教一个语言的成本是较悬的，互殖民地人熟悉佮接受荷兰文化，这个成本佮较悬，所以因并无安尼做。荷兰为迄个时代开始，就已经是欧洲真重要的贸易中心，因占领全世界真侪所在。嘛，因为这个原因，互即卖荷兰，因为因甲足侪无共的文化拢有接触过，所以是一个较自由开放、足国际化的国家。我嘛有看到英国 BBC 捌写讲，即卖荷兰的大学一半以上的课拢是用英语咧教。这是一款语言自杀的方式，未来荷兰就会豆豆失去伊家己的语言。毋过咱若看因伫东南亚的历史，就会发现因自古早就无坚持着爱传播家己的语言，也是家己的文化。那安尼，荷兰人敢有国家族群这款意识？假使若有，因这款集体意识的基础，毋是语言是啥物？假使若是因无即个意识，即马互因共同顺序咧生活的基础佫是啥物？最后我要简单来讲，咧介绍高雄发展历史的一本册。册内底写的是日本时代去开发高雄港甲住伫高雄的8个日本人，因除了工程建设甲起工厂以外，有人起戏园，有人开百货公司，有人办学校。为这个人的故事，会当看到高雄市是安怎发展起来的。这本是2017年高雄市文化局出版的册，册内有真侪古早的相片，或者和风吹拂的港市，打造高雄日人的故事。
今日的音乐也是王朝华老师的歌，真欢喜朝华老师的册摕到今年的金典奖，大大恭喜伊！恁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看法甲想法，拢欢迎来面册也是写批甲我讲，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五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 ECP 连结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